趁钱落肉，啊那接赚就升塔。一寡人看到时代因为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特别寄户口，为着要来读名册校校，即马就有人伫咧网络要租户口互人，一个月收2800到3000块。像讲台北市大安区幸安国小、金华国中，拢可时代认为讲是好校校。民政局特别提起讲，这款行为可能已经违反户口法，可能会当罚3000到9000块。 规排的房屋广告，台北市的房价卡袂着，就爱上千万。尤其是名册学区，更加是惊人。基本一平就要70多万起跳。想要互囡仔去读有名的学校，阁无想要贷关押的贷款，就有人上阵父母望囝成龙成凤的心情，伫咧拍卖网络顶悬来出租名册学区的户籍。 上网络来查，随着跳出规排学区出租，台北市大安区幸安国小、金华国中学区出租，一个月爱2800块到3000块。中正区的学校嘛有人开价1700块到2000块，北投区2000块，新北市邦桥区1667块。但是家长一问才知影，这个介绍阁无保证会当入学。利率一年3万，但是能不能进，要看当年的状态。如果到时候我们真的签了，可是没有进去的话，你们有可能会退几成？对我来说，其实那个是就是占了一个天。小学啊6年加上国中1年，上少都爱开21万。卖人阁讲，有家长一个囡仔还阁咧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就来咧占位，但是其实安尼做已经违法。填报这个虚设这个户籍，但事实上人没有住进去的话。 我们是可以依照户籍法来查处。一旦互人检举，就会来罚。对2016年到今年9月，台北市政府就已经罚109件。法务部嘛要求平台业者将学区出租的消息来落架，禁止这种无正常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